首先我係揾到個 LED 燈，我就試下可唔可以擺落去，令到佢重新着啊。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喎，如果佢真係着。咁咧安全啲就放喺個袋裏邊啦。咁其實拆個燈膽第一件事，將佢裏邊有塊銅片咧鉗起咗佢。要小心玻璃咯。咁用個袋保護住去做，同埋保護住自己啦。咁戴翻手套同埋口罩會安全啲。就再碎入啲，就要用個鋥拮住佢。咁咧我就係當爛晒裏邊。就手用到嘅嘢，去將佢變成一個禮物，咁可能同消費即係可以離開到消費遠少少，咁而佢有份禮物，其實都係比較選擇。即係你送禮物，其實你每一次都要經過去買，其實可以唔需要去買嘅。其實咧仲要封邊要賺大呢個窿先，咁跟住就可以裝佢。咁樣就係咯，成為咗呢個燈咯。睇落好似好難，但係如果好對每一個步驟都好細心、好留意咧，其實件事係好容易 handle 到咯。